年副市长。感谢咱的二号省长，咱的周先生，咱的全国一贯道联合会咱的理事长，咱的保障理事长，咱的王建仁，咱的保障省长吼，还有咱顺阳省长，咱的王建仁吼，咱前立委王玉卿，王立委吼，那是我的乡亲啦吼，各位今仔出席的点传师，所有今仔日来参加古晋班所有的朋友。甲咱的家长，大家牛早，大家好。好。好。感谢咱的周先生邀请呢，特别今仔日再度来参与今仔日咱的读经的这个规的这个班啦吼。我本身呢是这个大家吼，我住隔壁啦吼，住隔壁。我爸爸我那是一贯的啦吼，一贯的。那么今仔日呢，再度来参加这个会呢，他们讲内心非常感动。要来感谢咱的一贯的朋友呢，长期以来咧推动这个读经的这个活动啦吼。其实我细汉内底呢，我也甲我爸爸有正在读过经吼，所以我未来的人生内底呢，会当讲受到因典的真大这个影响吼。现主是呢，咱台湾的这个教育呢，出现真侪这个问题啦吼。我用一个呢，以前我也捌讲过吼，我去讲一摆吼，这个呢是讲咱全世界有一个民族吼。伊非常杰出，这个民族也是犹太人。犹太人呢，伫1904年到即马差不多100几年历史内底呢，诺贝尔奖拢总全世界800几个，伊得到170个诺贝尔奖。平均伊的人口数呢是1400万人，所以平均呢就是讲8万外人都有一个诺贝尔得主啦吼。汉人的世界，包括咱中国。包括台湾，包括新加坡，包括香港的全世界汉人的15亿人口，结果伊的诺贝尔得奖呢，才14个人。换一句话讲，就讲11000个人到一个诺贝尔得奖，咱是犹太人的1300分之一。我想这有啥物款的这个问题呢？伫这个所在，我的浅见啦吼，一方面就是讲记忆，咱的记忆内底呢，咱拢强调讲就是爱均衡发展啦吼。其实一个人的头壳无遐尔好，无可能均衡发展，是要均衡接触，将伊的优点呢来做单向发展。犹太人就是用这个物件呢，做做伊个教育这个重点。换一句话讲，咱的学校内底，咱的数学好，英文歹，咱台湾呢一定是去补英文的英文歹嘛，但是伫外国呢是补数学，伊是补伊家己所长这个所在，所以记的教育呢，就跟咱完全无同款。第二呢，就是犹太人，因遮注重这个读经啦，因读的是塔木德经，从细汉就开始读，祖先读这本，阿公读这本，爸爸读这本，囡仔读这本，孙仔读这本。对塔木德经内底呢，去了解做人做事对社会公有事业的这个看法啦吼，所以伊的品格养成呢，是甲读经有关系。我来这台南市的副市长6当吼。这6当内底，我每一当呢，拢是参加祭孔大典，但祭孔大典呢是5点开始，我是4点就开始。祭上面的祭空主的这个祖先，甲伊的老母就对啦吼，甲伊的杰出的这个主题。空主呢，72个主题内底呢，有8个世界，8个世界的啦吼。一个呢，我那我的祖先是颜回吼，颜回。空主的妈妈呢，我那细个，空主是3岁就失去老爸。所以孔子呢，是阮世界的家教来养成的吼。那么72个内底呢，有一8个内底世界内有一个颜回，我是颜回呢第88代、第82代这个子孙啦吼。所以大概呢，在祭孔的时阵呢，当讲到颜回的时阵呢，内心的感动，他们讲是外人会当了解的吼。所以今仔日呢，利用这个时阵，我来感谢咱惯的朋友呢，逐当办这个读经这个活动，会当互咱囡仔呢。寻求一个对经典内底呢，会当寻求这个品德的养成，嘛了解呢做人做事对咱规个地球、对咱万物的这个看法，安尼这所在再度甲大家表示衷意感谢。嘛，祝今仔日呢活动会当顺利成功，咱今仔参与囡仔内底呢，咱的读经内底呢，
去发现真侪个咱世界这个情侣，感谢各位，谢谢，感谢。感谢严副市长在百忙中特别拨空来为我们今天的读经壮游会考活动致辞勉励。我们要颁新学奖，由我们严副市长来为我们颁奖，请我们倡导名的读经班班主任请上台授奖。